到时吼，讲遐济好的道理，应该互你消化者。所以呢，今日咧，咱先来听一个，这条歌是咱第一块短线的题目，伊条叫做不爱洗手，这是一条古歌，但是就亲像咱遐尼讲讲，咱听歌是听歌，但是吼，咱爱知影歌的意思是啥物，对无？所以咱就先听一段歌，咱再来解说好无？哦，这是刚刚。
拄好伫咧3工前，咱新领人甲我讲，我着我着学解说惊一个呢。尤其应该是咧进前来看，因为我拄好是代表嘛，所以换过说我毋知影。毋过佫讲嘛，等下念念的，咱拢袂解说时间就到，对无？所以我以即条不如卖卖卖，其实伊这是一个阴面，但是咱着甲看就好，咱着第一段就是讲。若要知影人生是苦海，当初咱着爱慢慢。咱只是逐拢无慢慢，所以咱今日该真对无？咱今日若慢慢，应该是爱时间的连接一段。以前都对啊，咱真就是无慢慢，所以咱知影修行好。咱来到尾啊，讲如今命里找阮主爱，好食甲爱，贪亲甲痴爱，酒先在意，慢慢有回爱。万叹感慨万叹感慨，目屎已经流不住地了。这头一段就是咧讲，咱爱知影道好，爱知影好修，唔通到有一天的时阵，咱啥物时阵会后悔？当咱无法度学过来做这个事，当咱佫无法度学过来听道理的时阵，来现讲了讲的时阵，咱敢知影要后悔？为什么？伊讲咱人生是苦海，所以这人生哪有苦？咱人生苦伫啥物所在？人讲人生有八大苦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是咱若无法度，去改啥？记住来，有生就有老嘛，来有病嘛，来到尾咱就是爱为苦，这是四大苦，但是佫有四小苦，就是啥？我会艰苦袂？我会艰苦袂？做妖会艰苦袂？食烧饭敢会艰苦？这是咱人生四大苦，四小苦，小苦。所以人生的苦就是咱这，就是永远就是咱世间无法度通去研究，是短暂的，就是咧苦。你家财万贯，有一天，啥物到的时阵，有上到的时阵，咱敢爱将咱的钱财放了，所以讲，互你偌济钱，咱就无法度移动面有上来到，对不对？咱若知影人生是苦海，咱就毋通搁袂唯有咱要记住轮回，咱要互将短暂变成永远，唯有修行这一条路。无人生是过咱无限的，对无？包括咱这色心，这色心是咱的吗？是啊，这是咱的，但是咱讲无爱初心，无爱初心，咱嘛就是爱照假来修真，照这个假，唯有这个假，才有法度互咱安怎是平等。无这个色心，咱是不可以的代志。所以讲如今命里找阮主爱，好食甘甘。咱会记命里咧，我较亲近一个道情讲吼，我甲阮后生讲，记你真通趁钱，紧趁钱。趁但是趁无较济，后摆学的是命。我听即句咧，我爸妈讲嘅，每一个人理想，对无？老母还是理想啦，但是我爱讲讲，无常的人生哪有法度互咱家拍死，就咧无好，对不对？咱趁这个趁，咱到尾是命，但是无常的人生不是我们可以打算的，不是咱咧拍死啥物，我来趁到啥物所在，我家是命哦，对不对？佫有找阮主爱。找阮主爱，今仔我啥物人要转？我囡仔要讲我安怎足济会牵制，互咱会去修行。所以呢，伫佛教呢有一个故事叫做找阮主爱，互伊轮回到十年。咱刚刚看过即个假话，因为伊就是讲，伊当初伫世尊的时阵，伊当初就是要去修行嘛，但是伊爸爸讲，我当你一个后生，你去修行，我是毋着有好咯。对无？人讲不好，啥？无害有伤，无好无大。所以伊爸爸就要求伊讲，你先结婚了，你先娶某，你才去修行较好。伊我袂好啊，伊就答应伊试段结婚，结婚来生囡仔嘛。伊就讲好，伊就甲爸爸讲，我这几年结婚啊，问囡仔生啊，安尼我会使来修行。即摆来话，啥物人讲你敢知？因老爸呢，甲因老母说，
去带伊啊，当然，但是都无愿意互去，伊就去带伊时啊，你去甲你爸爸讲，我搁遮细汉，哦，你袂使放我去受刑，所以伊个囝就讲，爸爸，你毋通去受刑啊，哦，你安尼放着我惨，放着妈妈，啊，讲阿妈，啊，讲我，啊，你受你受出代志，即摆伊就无头过，看伊是，啊，去看伊囝，去看伊囝，想想吼，家庭这个啊是大人吼，这个我嘛爱养老，但是我的囝啊，搁我的太太，安尼，这个家庭是足温暖，所以伊就讲好，我莫去受刑啊。但是因为伊这个好，我莫去受刑，因为妻阮主爱来干你，所以伊后壁分别91条，有后悔，有后悔。妻阮主爱，搁咱的家庭有法哩咱温暖，咱的亲情有法哩咱好。不忙好做者，咱若无受刑，后摆仔嘛是安怎？分袂生死，无法度通安怎甲斗入去。因为目睭摕去，方全路上不相同。你找阮是找阮主爱是主爱，是大人搁我哩咱好，目睭摕去了后，方全路上不相同。安尼咱敢有去哦？找阮主爱，咱敢会去哦？找阮主爱来北去，甲咱耽误去，会。若无的话，今仔日应该有时间，对无？目前接触多些，是安怎？你有所感触吗？哦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谈亲甲情爱，哦，这个是咱若讲出这个讲的，咱就讲袂了。虽然讲谈亲甲情爱，酒神在天来，明白无？因为讲酒神在天是在树的四方上，哦，酒色财气，因为酒神在天来是。有色财气，咱就精神在地来，活咧老工作，后壁咱就袂去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毋通后摆甲怨来感觉，当咱四肢点电去的时阵，要电的时阵，还是倒去变做无法度安怎自己的时阵，咱就会怨来感觉，无怨。这是呢，为什么伊会连续讲怨来感觉，怨来感觉？伊就是真正足感慨，所以伊才会连续2声苦话，哦，目屎嘛流袂止。第二，伊来讲，如今恁做伙念较好。如今正在道明世界，乃是天恩殊得来，毋是反世因为之财，也当买袂来。因你是条原因定甲落在，因是求个礼拜，啊，注意一个现在，注意现在，提出信心向前行，才应该。咱感觉真正道明世界。为什么咱会讲道明世界？因为咱敢有去甲思考者，学学呢，当伫咧找这道怪的时阵，咱会变道明世界，真正有影。学学呢，咱普遍啊，咱所知影的公司啦，吼，咱台湾对一间公司上大间，郭台铭吗？有法是啊，敢是郭台铭是？因为以前郭台铭是咱台湾的首富嘛，啊，这是啥物人？大汉毋知影，应该叫中华。哦，我应该有个人讲过的讲，因为台湾有张忠谋的半导体，所以习近平出兵来打我们台湾，这个是安尼啦。伊就是因为伊咧讲啊，就是咱知影讲政府做侪大企业，但是搁外国企业包括讲比尔盖茨，伊是世界首富嘛，但是武汉少年啊，普天下有对一间公司变万国求情，敢有？无啊，无可能的代志，为虾米？为虾米咱会当变世界万国求情？为虾米？因为后壁一句，天恩殊得来，若是天恩，若是殊得，咱的道无可能变万国求情。咱正行到对一个世界对一个角度，一定都是拢安尼。咱去管道，为虾米？因为咱都是无为的，是无私的，咱就是义，咱无为着咱家己，咱拢是为着啥物啊？咱
咱是规个众生行的天嘛，咱拢是大怪。所以咱讲嘛，咱这个天文数学，当然咱知影讲咱进道变，万国九州，比如咱杨戬老师进泰国，咱简老师进天道，咱天人两进什么天？是因无别互存，但是咱人会当因害，然后天书灵班嘛，爱天嘛爱咱人，都是爱相辅相成。咱这天文数学，所以我因会当从这个小家，咱家己就是小家，从小家走向大家。当时安尼，伊对这小人奉义。放下莫讲放弃，伊绝对无放弃，伊是把这个小家庭放下，伊向大家，对不对？那是天文数学，因讲有这个，因有这个心，但是爱天文数学，甲引导班班，甲引导做，引导较大安尼，对无？所以因讲后下底即句讲，不是关系，并不是钱财，这不是关系甲钱财有法度好做，若要关系，咱就有关，咱有啥物关？咱要论钱，敢有啥物钱？无，但是这毋是钱甲关系会当做一哦。遮后壁来讲，会当买来哦。今仔日咱袂使讲咱钱，下钱你来讲，我要甲你买偌济，我来甲你买偌济，无可能。唯有咱正支持先，咱会当道遍万国九州，嘛唯有着咱老母娘会道有可能。这就是钱。是钱，甲是关系，爱凭啥物？凭咱的信了关。咱求道的时阵，有10条台湾无？咱做伙念者敢好？来，心心而修，是心修也。如有一心给予，黑手不减，一书养众，标示千里，不尊不贵，小老天地。道不变，不是修炼者，愿修炼力量大。对，咱今仔日会当做到道明世界是凭着咱的信仰来完。咱若无这信仰来完，咱若有诚心可修，咱若无诚心可修，道凭咱的修炼来生成，袂定伫咱的心灵。咱敢有诚心可修，来安怎？是咱就是信心了。咱有疑心给予，咱若无即个10条愿呢，咱头前才拢做袂出来。来哦，凭咱的10条愿，品德甲文采，啥物品德？讲就是咱平常时来修持嘛，心内有美美道德的存在，佫有咱的内在。啥物叫做咱的内在？咱平常时就是爱啥？充实着咱的道学。咱要道遍世界，咱要去。咱要去开放，咱要去到咱若无去无这个内在是无可能的。咱去到青岛，简老师是叫咱去讲课，伊是绝对当然，咱是爱诚实。咱讲学册讲册，读册讲册，因为遐是一张白纸，咱若讲啥咱若无离开咱道，无离开咱的道，咱无法度去表示。所以咱的内在，咱的道学就是咱平常时爱诚实。咱无道学是无法度，然后去安怎去推进咱的道，因为你一个喙，人讲讲一个喙，讲一个喙，咱哪有法度通去推进咱的道？所以咱就要品德，甲内在品质。伊讲到尾来，伊去过来先来讲，诸灵天在，诸灵天在，啥物叫做天在？天嘛就是讲是一个地位啦，咱今仔日来修天。咱来看道理，咱来听道理，用思想，咱才会当增加着咱的地位。地位对咱来，为咱实践当中，必然给予咱的地位。咱若无实践，咱无去做，咱无内会相信，咱无法度咱的地位会当。咱嘛无可能当做一个天才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来提出信心，用钱价应该，咱袂使平顿无情，咱来对咱的信心，对咱家己有信心。对道的信心有其事。第三，做伙念做伙念较大声你若熟悉家己本来，亲近真理的法版，欢欢喜来，
天仪变化，妙地来主宰，提出用心来，五白所解，报恩了愿应该。修道实在，修道实在，正气成人，至善品德在，平咱平日。到时阵咱家己本来，咱本来是啥？魂，只不过咱是慢慢的啥魂，咱真长咧用着好一条路咧行，咱要用着好一条路咧行，咱爱持真理法海。真理来讲，一门深入，啥物如海，智慧如海。迄阵我捌去小，看一个影，周礼盘的在里面，我看较好。为什么看好？因为原来咱树林学堂，毋是巧的人咧学堂，毋是你头壳好的人咧学堂，是安怎？是啥物人咧学堂？有信心、有信心、有用心、有真心的人。而且咱爱有一条啥物？平等心。所以讲，迄个周礼盘的为虾米伊到尾也会当批判的？为虾米家己啊到尾会地位？因为伊当四字尔，啥物？少成足够，少成足够，伊当少成足够，就有法度通成佛。少什么成？伊虽然是伊少少有来少，但是真正，咱是教佛给用的是要安怎？少心地。咱内心会低头哦，毋是扫着外口会惊人，是要互咱扫着咱内心会惊人哦。咱内心会惊人，咱若无啥，咱无法度，无法见着咱本来真哦。咱嘛是搁是对不对？所以为虾米讲，叫咱爱亲近真理的法海？因为这个花世界真对不对？这个世界，咱台湾，若要讲咱台湾是万宝这个世界也是。万宝这万，至少咱办唔到，对不对？咱若一个无小心，感觉讲遐较好个对啦，咱就去啦。花世界千万别怪时阵，咱去的时阵咱安怎？咱要用啥物来知影讲？这咱爱掠着咱的珍珠啦，你毋是伫这千万别怪，毋是点高薪现金，毋是掠高薪金，毋是点这现金。咱爱知影讲是咱的珍珠啦，要做主宰。讲咱做着这个时阵，咱若无地位来主宰的时阵，咱会对人去哦。所以呢，咱若讲对较好，咱就对人去，无通的，歹着。咱这讲老实讲，只要咱离开着咱道场去了后，去遐修，去别个法门修，离开着咱一贯的道场，离开咱天道，咱就已经啥物突破。咱路名天国已经咱有，咱永远就无机会。因为咱的心无真，咱无地位，通去守住着咱的啥物？咱的真啊！所以只要咱踏出着咱的一贯的道路，你投入着别个法门，你会见咱的天国就有，咱永远无机会。所以咱爱有地位来存在，提出咱的良心来，无明所解，好了解。应该咱讲修炼到一定无病，为虾米叫做无病？咱就是个皮毛的啦。但是咱感觉讲，伊个皮毛呢，伊也有生命一样嘛但是人讲啥物？积沙成塔。所以有一句话讲讲，咱有人认为讲，这脾气无病无啥意思，迄是咱祖宗原来修炼，啥物？绊脚石。所以有一句话教人讲啊，讲课讲破腿，讲破嘴啦，拜双腿啦，脾气毛病肉不改还是低。要当讲讲，你讲课讲到一大堆啦，讲到足妙的啦，你拜到足诚心的啦，但是咱脾气毛病啦无改，咱地位无啥物话啦无改啦，脾气毛病啦，若无改，咱后摆嘛是毋捌去。毋是咱讲讲足济，毋是咱去修行拜佛，咱后摆是毋遐去，因为咱要安怎脾气毛病烧掉我们，烧掉那啥物功力啦，
把咱的功德全部收了了。咱无讲无着，咱摕啥物等于回到伊迄当然咱唔晓。哦，所以咱嘛袂使无记性，所以咱修得爱实在，修得爱实在。咱来正义，家己正，家己修正，我正着咱家己离开安怎灰心给别人。哦，咱无正义，咱要哪修？咱家己做到完了，叫是说，咱要安怎去报答办，对不对？第四段，做回来哦，那主告具应。天道大开，明书应文之意，机会若信会感，应在祸害，因功效万载，主必大害，清净如意灵灵龙天上，灵龙天上，天道万人变色，红红灿。咱要讲咱天道来讲，一定是用。咱嘛知影讲，为虾米咱叫做活动一定到遮一定后壁，无即帮船啊，开后壁无船啊啦。就像我讲讲，咱以前咱师尊爬来到咱台湾的时阵，伊迄条名是叫做单程的船票，就是台，无倒地方，嘛袂当去倒转。所以咱到遮叫做活动一定，咱以为若是，去再来。无啊，咱永远无啊，所以咱这时阵爱看囡仔，因果消万灾，咱的专业，咱的灾难由啥物来会当消？唯有功德。咱若无功德，无讲无德，咱无法度消咱的万灾。诸比就安尼，咱讲咱家己是讲，但是咱兄弟姊妹对不对？亲情咱是伊会理解啊，会了天使。啥物叫做天使？必有时代考，即讲讲，咱所有的行业，会互讲叫题材是啥行业？药材叫做啥？护士叫做啥？为虾米会用叫做题材？因为药材迄个字纸若写伫迄阿里山，还是着山上顶悬，伊敢要甲迄用对咯嘛？叫做我毋爱见到咱台湾就是迄个会使，对无？一定爱使命必达，护士。做大风，泡大风，做大风，伊敢会使请假？护士是无台风假的。咱呢，咱若请为着病用体恤，咱敢有台风假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咱嘛实在是爱，无论是关山大海，无论是外面的所在，咱嘛爱去，对不对？讲到遮吼，所以咧，逐个拢是，既然讲请为是。要天上，咱就爱做咱啥物单起来，输对啊，咱个听一遍，好无？哦，是。你怎么求？有人拿过来。
亲求得平安。阿祖归元来，一心向天下应来。给出用心爱，好天好多爱，分秒万里开。有多心爱，心他今天开。给当小小爱，天天都记得。用天爱，用天爱，用公开。感谢讲师诗人贤道之功，问道之功，加以各位演传是完。